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中華了解多一點。今日我哋會為大家介紹嘅係中國稀土之父徐光憲。2025年嘅4月2號，美國總統特朗普就宣布向全球185個經濟體徵收對等關稅。正當全世界都手忙腳亂嘅時候，就只有中國對美國半步都唔讓，講到明不跪同霸權過招。結果咧，美國反而要主動同中國坐低講數。點解中國可以企硬呢？除咗因為實力夠強大，亦都因為我哋有一張王牌稀土。中國就係當世唯一一個有稀土完整產業鏈嘅國家，掌握住全球高科技產業嘅命脈啦。今集嘅主角徐光憲就係為中國創造呢一張王牌嘅人。1920年嘅11月7號，徐光憲就喺浙江紹興出世。1936年，佢考入浙江大學高工土木科。1944年喺交通大學化學系畢業。之後咧就去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讀書啦。1951年攞到博士學位，主要係研究量子化學。當時新中國啱啱建立，百廢待興，環境好難用一個好字嚟形容。如果徐光憲留喺美國發展呢，前景一定好得多。但係佢就一心報效國家，帶埋同樣係科學家嘅太太高小霞，毅然返到去自己嘅祖國，貢獻佢嘅一生啦。1951年，徐光憲回國之後，喺北京大學度任教，做咗6年，就俾中國原子核物理學家錢三強點名，抽調咗出嚟，組建技術物理系，擔任教研室主任，開始核燃料萃取嘅研究啦。1970年代，北京大學接到分離普鋁嘅緊急任務，徐光憲就挑起重擔，從此加入稀土研究嘅行列啦。當年要將稀土元素入邊嘅普鋁分離，係世界級嘅難題嚟嘅。中國嘅分離工藝落後，一直只可以用高價由外國進口。之前要進行稀土元素分離，主要就係靠離子交換法、分級結晶法。但係就有成本高、純度低嘅問題啦。徐光憲就決定行另一條路，用佢研究咗好多年嘅核燃料萃取經驗，用萃取法進行試驗。當時冇人覺得呢個方法可行，但係徐光憲呢就冇放棄，一直試，一直喺度優化啦。1984年嘅7月10號，已經64歲嘅徐光憲專程趕到去內蒙古嘅包頭，親自查看一批按照佢嘅原理設計，只係運行咗5日嘅設備。經過悉心調整，7月15號，包頭迎嚟咗我國稀土產業發展史上邊里程碑式嘅勝利，設備開啟。只係運轉咗9日，就生產出合格嘅純鋁產品啦。徐光憲嘅重大貢獻之一就係佢自主創新嘅串級萃取理論，成功將普鋁分離嘅純度提高去到99.99%，打破咗世界紀錄，仲可以應用喺實際嘅生產添。有人形容當年嘅中國係守住寶藏去乞食，因為中國稀土資源得天獨厚，儲存量大，分佈又廣，品種齊全。但係中國嘅科研技術相當落後，根本就冇能力將寶藏掘出嚟。直至到徐光憲嘅2間簡陋嘅實驗室用手搖式嘅計算器開闢出新嘅技術，其後再大規模推廣應用技術，中國先至真正由稀土嘅起跑線跑出。由上世紀90年代起，中國單一高純稀土大量出口，導致到國際價格下降一半。嗰啲曾經長期壟斷稀土國際市場嘅外國生產商大受到打擊，焗住減產、轉產，甚至係停產添。呢個現象國際社會就稱為 China Impact， 即係中國衝擊，完全改變咗世界貿易嘅規則。中國亦都由稀土資源大國變成咗生產大國。徐光憲嘅貢獻之大，可見一斑。呢個劃時代嘅突破價值有幾高，真係不言而喻。
但係徐光憲從來都冇諗過去賺知識產權同埋專利費。佢就認為科研經費係國家俾嘅，科研成果能夠喺國營嘅廠房裏邊應用得到，佢就感覺到好高興。佢更加擔心嘅係國家稀土政策嘅發展，擔心稀土俾企業賤賣。佢曾經批評國內嘅地方廠、私廠搞惡性競爭，令到稀土嘅價格大跌。外國就大量購買我哋嘅價廉物美嘅高品質單一稀土，享受我哋嘅技術進步帶嚟嘅豐厚利潤，大手咁樣儲備。反而我哋稀土企業嘅利潤呢就好低啦。於是佢多次建議稀土行業去學習好似石油輸出國組織，自覺控制產量，提升價格，但係就唔成功。後嚟佢寫信俾國家領導人提出建議，終於就成功落實咗推動減產啦。佢又呼籲建立稀土資源儲備制度，背後嘅理據咧就非常有見地嘅。因為石油、煤炭等等嘅能源，我哋可以揾到替代品，好似太陽能、風電、核電。相反呢，如果稀土用完晒，就冇嘢可以替代到啦。我哋要為子孫後代着想。今日我哋睇翻一啲嘅數字，大家就會知道呢一張嘅黃牌幾咁有份量。2022年全球稀土儲存量大概有1.3億噸，其中34% 呢就係嚟自中國噶啦。2024年中國生產咗27萬噸嘅稀土，佔咗全球產量嘅2/3以上。全球大概90%嘅稀土提煉作業都集中喺中國。美國製造一架 F-35嘅戰機就需要用到408公斤嘅稀土啦。可想而知，稀土對高科技幾咁重要呢？就係因為徐光憲喺稀土研究嘅成果，加上佢對稀土重要性嘅深刻認識，引領中國慢慢將稀土資源由單係出口賺錢嘅方式，發展到做好保護工作。有咗呢個基礎，稀土先至可以進化為一張抵抗美國霸權嘅黃牌。2015年嘅4月28號上晝，徐光憲因病喺北京逝世，享年95歲。縱觀佢嘅一生，無論做科學研究定係教書育人，都做得好成功。佢留低俾中國人嘅稀土技術，為國家爭取到更大嘅話語權，亦都為稀土研究留下大量人才。佢嘅學生入邊呢，就有好幾位係中科院嘅院士。徐光憲就咁講過啦：我由細就中意數理化，抱定科學報國嘅理想。呢個理想終於能夠逐步實現，感到非常幸福。就係呢一份嘅謙遜同埋純粹，造就咗呢一位桃李滿門嘅科學泰斗，幫中國人打造一條堅不可摧嘅脊梁。